斯里兰卡为什么会破产？总统竞选期间，有人开了那个免税的支票哦，免税呢，真的是吸引人心啊，得到民心然后当选以后真的兑现呢。免税也会减少那个国库的那个金额存量哎，然后就要提到那个禁止用化肥，崇拜有机啊，崇拜有机栽种啊，禁止用化肥。你看啊，6个月时间而已哦，水稻产量下降了20%呢。还有外债太多了，都是造成破产的原因。还有新冠肺炎呢、这个还有恐怖攻击事件呢、一神教什么教的发动了恐怖攻击事件，影响旅游业啊，重创旅游业啊，加上新冠肺炎，也都重创旅游业啊，收入大减呢，造成那个破产。